今次玩經典爛擊題，由於全部都係經典，所以每題只會俾3秒時間大家作答。準備好未？開始啦！第一題，乜嘢生果唔打字？答案係蕉，不打自招，不打自招。第二題，乜嘢植物識溜冰？答案係花，花式溜冰，花式溜冰。第三題，柴米油鹽醬醋茶，邊樣嘢唔係80年代嘅？答案係油，油，不是80年代。第四題，乜嘢動物識打桌球？答案係鷹，識桌球。第五題，蘋果汁係蘋果味，橙汁就係橙味，咁益力多係咩味？答案係你今日飲咗未？第六題，柯南病咗，邊個會去探佢呢？答案係明偵，因為名偵探柯南。第七題，麵包 A、B、C、D、E 邊個最苦呢？答案係 C， 因為麵包師傅。第八題，點解小明俾人打，佢阿媽唔出手救佢呢？答案係小明俾人打到阿媽都唔認得。第九題，乜嘢動物最中意聞底褲？答案係豹聞底褲。第十題，乜嘢生果最唔保值呢？答案係蕉，潮，不保值，值。第11題，乜嘢毛最普通？答案係 normal。第12題，大明養小明，咁邊個養大明呢？答案係狗養大明，狗養大名。第13題，乜嘢豬得一隻腳？答案係珍寶豬。最後一題，一個售票員，佢係虔誠佛教徒，死咗之後會變成咩呢？答案係 my favorite， 係咪夠晒經典呢？啲激簡直爛到無可再爛。今日係咁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